蝴蝶與我上集又到1小息啦。喂，我哋赤耳咯，去小賣部買嘢食啊！我要去見周 Sir 啊，你同我一齊去啊，好唔好啊？哇！喺小息嘅時候，同學3、5成群咁離去，原本好熱鬧嘅4格班課室呢，一下子就變得冷清清啦。恒恒呢，就獨自坐喺佢自己個位上面，望住前面一盒35塊有好多款味道嘅餅乾，嗰啲係媽媽特登為佢準備噶。琴晚媽媽仲同恒恒講，如果你想有多啲朋友呢，聽日就要主動啲啦。聽日係你嘅生日，不如你慷慨啲啦，請你同學食餅乾，同學自然就會好中意你噶啦，會同你一齊慶祝生日噶。但係事實並唔係咁，恒恒連邀請同學食餅乾嘅勇氣都冇啊！佢只係喺度輕輕咁嘆息，然後打開食物盒，開始食嗰啲由媽媽細心焗製嘅餅乾。其實自從插班嚟呢間小學讀4年級之後，恒恒嘅校園生活就只有一個形容詞：寂寞。由第一日開始，恒恒已經嘗試到被歧視、被取笑嘅滋味。喂，矮仔，你父母係咪侏儒嚟噶？睇下佢咁嘅身材啊，一定入到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，做矮仔王子啊！矮咗唔止喎，個頭奇奇怪怪，五官歪嚟歪稱，加埋2隻大耳仔，好似扭壞咗嘅泥公仔，好核突啊！咁樣講嘅嘢入到去恒恒嘅耳入邊，就好似一把刀插喺佢嘅心上面一樣。每一次受到欺凌嘅時候，恒恒都只好強忍住淚水，等到喺小息嘅時候就跑到去洗手間喊啊！點解我生得咁核突噶？唉，我唔需要特別靚仔，我只係希望同普通人一樣咁高，有一個端正嘅樣。成日俾人笑，真係好辛苦啊！恒恒一路都唔敢將被欺負嘅事話俾媽媽知。每一次媽媽接佢放學嘅時候，見到佢雙眼空紅，追問佢原因，佢都唔會坦白咁同媽媽講。恒恒成日都諗，媽媽咁靚，有我呢個咁醜嘅兒子，佢一定覺得好辛苦。我唔可以再為佢加任何嘅麻煩。